恭请目前的慈悲请到主公，坤到主公，父权人好，父权人好，请坐下。咱用一点来说，咱念经，咱念经，咱各位朝长，同修大家，大家早安。父权人早安。希望这个世界，咱努力一想，咱人现在好明白，希望得到咱上天慈悲，咱做事帮助，到今年我哋一生一直陪咱一袖同心，咱这在这，咱求这里，咱念的。后来最近，当这个手办套内底当中当一头风顺，接落来，当较好的环境，迄个手更较办得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意义的。会感受到讲，这段当中的时间内，尤其咱今年，而且六月，咱有感受到咱台湾一股真好的气氛，嘛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的讲起，嘛是也稳稳啦吼。我咧讲这代志，应该拢知影。有两个世界级的企业家吼，一个叫做黄维新，一个叫史志宏，这两个人。是讲台南人，我台南人，这项公司的这个好感，人看的好脸，应该因这拢有亲情关系，有这个表的关系。所以我讲这物件，当然，因为过去，伫这个听讲这个黄明星已5岁，去到美国，当然，离美国了后，伊做迄个有成啦吼，是目前中，我看到伊财产吼，差不多1000几个，这个美金啊，那1000个美金，就叫咱台币3条，人讲几十条我唔知啦。但是我有看到1000个的慈善基金，台湾300条。你想讲的是200年，你假设100个的美金，你想讲张总有到36个的美金，伊个1000个，那林清风啦吼，尤其这种是一个世界级台湾人啦。我现在我会讲这物件，我会先讲这物件，因为这是咧讲讲。台湾这个土地就是皇的先岛，台湾这个土地是一个宝岛，这个宝岛是足有福报的人，哪会当居在这个土地内底？咱嘛知影讲，因这个人较早台湾人去世界，离美国，事业有成，人讲落叶归根，倒转来咱台湾这个土地。咱台湾这块土地叫做凤凰小岛，要甲讲起来，先咧大，先伫咧大福报。所以讲伊的好业，咱有听说，伊的好业和咱嘛无啥物关系，其实和咱拢有关系，因为伊的好业带动互咱世界、互咱台湾的经济，以前财运有请，就1000个工程师，1000个工程师啦吼，伊爱要卖。黄仁勋这打叫的要1000个工程师，这1000个工程师，伫咱台湾要找到这精英的人才，要开发到世界这个造就着世界，台湾就是一个科技中心，世界第一个台湾科技中心。我会使发到咱的资讯，全世界
而且医疗上好的国家就是台湾。今年评比出来，以世界200外的国家评比出来，世界上好的医疗就是台湾。恁敢毋知这个故事？恁敢毋知这个物件？啊，若毋知这个代志，咱爱去了解。因为毕竟伫这个土地，咱当做福报，人这土地咧徛，甚至咱这叫做啥？这叫做生命3千这个2000几万人，这叫做生命共同体。啊，这个生命共同体内底当中，我即摆来做一个足简单的比喻。咱一个家庭，吼，这个家庭若起开，和你有关系无？和你有关系。这个村，这个村啊，若有起开，和你有关系无？有。这个国家若有起开，和你有关系无？上帝有。别人国家和咱无关系啊，敢是安尼吼？我这毋是讲政治啊，我毋是讲政治，我今日你大家会当伫这个土地徛起，这个土地